各位前贤，大家好啊！各位前贤，大家好，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谢谢啊，要读经啦啊，感恩啊！感恩啊！足贵哦！来，咱前贤咱先来读迄个开经期，要读开经期，进行经念佛好咧咱双手合掌咱咧是大人80外岁啊，80外岁啊，诚心诚意要来读经感恩啊！咱先手合掌来念佛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安尼显了经典心经一本后来显规经典心经一本各位前贤大家好咱即马就要来读发这阿罗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阿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净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是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地亦无地，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发这阿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发这阿罗蜜多故，地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发这阿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明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能度一切苦，尽实不离。故说发这阿罗蜜多就，即说就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有闲就较骨来念的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哟。感恩即马来读这本大本的迄本来准备一下。若要食茶，食茶一个要紧安尼忝甲会晓咱来看有孔子讲的上这本咱来读各位前贤大家好，咱即马要来读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
救苦心，弥勒下世不为亲，领报济路灵山地，莲花应尽可三生，落在中原三圣地，大正寺传王特心，天亲修缘挂圣号。等待时指点神兵，云雷震开无基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间中华庙，有莲圣教归上生，莲花老庙随玉线，修缘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莲宗树，本源古迹在中央，老庙降下通天桥，呼应山前对合同，应以要上归家己，凄凉当来弥勒应，用心凄凉恨来救。多多金莲去朝圣，圣地西来得良主，用以点题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但在不难不来亲，要上成佛勤礼拜，相持聪明智慧心。又听声人胡说话，罗旋意马念无心，老庙降下真天照，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倒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皇来对贺，报数灵动差得清。三观大地诸比主，下罪天则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亲点文波吉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今领36万众，五别灵观经随经，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里得安宁，北方之母为众岁，青练风范显神通，摒地坐骑也人我。头顶新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岁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打救元人向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灵王来作歌，国家祥魂去定空，十方天兵护佛家。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道三阳弥勒尊，武王铁令下下生，修福南岩归正宗，往来坐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壮经。因而差路上持念，声声不敢来定心。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两遍得超生，持念三遍神鬼怕。梦量邪魔化为尘，修持劫雷顺路行，念起真言归佛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巧手。好，真诶，要食茶啊，谢谢。
真好真好哈。会当念佛爱当礼佛一拜，罪灭形和杀所的好罪都灭足地消，灭足地罪，安尼都好就好啊。我讲伊今年大家好，来看，即马要来念显过来有看啊，结孝经好，即马就要来念结孝经，天地中孝，孝东先，一格孝义，全家安，孝顺灵生，孝顺主。孝顺主地必明显，孝是仁德第一步。孝主下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得孝主，本选贤臣记孝廉，自尽心竭力孝父母，孝德不多当家庭。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戚莫讳言。少人间不识孝，灰心福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大地孝灵感动天。孝道贵顺无他妙，孝顺不分路强难。福禄大有孝义气，天将孝主令咱观。人人得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敬天。孝主口内有孝义，孝父面上在孝言。公婆上边令尽孝。有乐孝来有乐贤，女必孝明先合孝。三将四德孝在前，孝在乡党人亲近，孝在家中大小欢。孝主丰仁就款孝，孝化丰盛人品端。生前孝主声价贵，死后孝主万古传。处世唯有孝力大，孝灵感动地合天。孝经孝文化孝宽，孝父孝力孝祖先。父母生子愿为孝，灵孝就是好义男。为人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子照样还。当上父母不知孝，不孝受强莫怨天。孝主民大太和尚，一孝出地自然安。亲在应孝不知孝，亲属知孝就慧然。孝在心孝不在貌，孝贵实行不在言。孝主治家全家乐，孝主治国万民安。我国皇顶皆因孝，一孝即是太平年。因不在贫和富，全体亲心是孝男。兄弟和睦即为孝，阴阳两字把孝传。孝将咱处见真孝，孝养满面生亲缘。父母相传正义孝，孝子官管亲影单。赶紧孝来光阴快，亲有五孝寿有天。生前为孝方为孝，死后尽孝多往言。孝顺传家孝是宝，孝性温和孝美甘。若果贵日上知孝，恶恶反驳孝亲言。
为人若是不知好，不如禽兽，是可怜。必定万善孝为首，当知孝义是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孝。孝中佛力超求天，大哉孝学，大哉孝。孝义无穷，孝无边，处偏故故不离孝。离孝人伦颠倒颠，念得十遍千个孝，念得百遍万孝全，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延难必孝偏。真然好，咱食茶，嘴干就食茶咧啊！了了念，安尼较袂遐忝啊，念了3字、2字安尼较袂遐忝。食茶啊，互咱喘气较顺诶安尼。好，各位见面大家好。即马就要来读《道之宗旨》，敬天地，礼心灵，爱国忠恕，敦品忠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解恶向善。刚明五伦八德，千法五教圣人之二旨，较遵守为公常之鼓励，细心定路，照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以立立人，以达达人，万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以世界为大同。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尊贤以灵。刚性修补，个人不得亲其亲，不得助其助，事内有所将，众有所用，又有所长，官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脾气低呀，不必动意气，令脾不出离心呀，不必为己，是故无必而不听，得接乱境而不作，故为好而不避，是为大同。好，各位前年大家好，即马就要来读《太上清净经》，若分化大道无形，成业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观；大道无名，中养万物。我不知其名，光明活道。无道者，有情有道，有动有静，天清地道，天动地静，男清女道，男动女静，
感本流满，而生万物，清者独之源，当者正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色界归。为人心好清，而心要治；人心好静，而欲牵治。将灵牵其欲，而心自静；定其心，而心自清。自然疗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灵者，为心未定。欲未见了，灵见之者，累观其心，心无其心；为观其形，形无其形；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为见离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亦无。当然相即，即无所即。欲其灵生，欲其不生。即是真正，真常应本，真常得成，常应常正。常清净义，如此清净，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另外之者，可传圣道，若观外，上师无精。下士好精，上得不得，下得即得。失德之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亦有妄心。即经其神，亦经其神。即得万物，亦得万物。即生贪求，亦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又苦身心，便作毒药，流浪生死，相甜苦海，应是真道，真常之道，我者自己，得我道者，常清净义。各位见人好，谢谢接地啊！好，各位见人大家好哦。今嘛要读诸祖地家结缘。黎明即起，洒扫丁度，要类月正结，记分辨识，观色问候，必亲自检点，一足一番，当书来处不严，万事万理，应念无了为根，以迷雾而丢流。无人客而骨正，自方必须谦约，宴客切勿流连，去库即而结，欢好胜金玉，因习欲而精，凡所如珍馐，不能花恶，不无良典，三果六宝。是阴道之门，地理切巧，为归房之好，当破不良准备，切忌严重，种种虽稳，这事不可不行，子孙虽无，
行事不可不妥，其心不及欠破。教主要有二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以见巧莫言，无见反语，见强可亲临，自家温顺，刻薄成家，理无求条，伦常乖顺，立见消亡，兄弟相亲，自分得润感，朋友累way。以法相属也，定福言，怀骨肉，其是丈夫，丈主财，国富了，不成人主，嫁女得家财，无所重聘，娶媳求相女，无计何廉，见富贵而生添养者。最可体，有贫穷而作交太者，见木性，其家界正常，常得强香，处世界多言，言多必实，不是细了，而能必高官，有贪口福，而自杀生情，怪撇自私。毁我必得，摧毁自甘，家道难行。压力恶小，就必受其累，不自努成，急则可相依。听听发言，安知非人之亲属？当今乃善书，因事相争，天地非我之不是，事平心暗笑，是非无念，受因茫茫，万事当留于地，一理不宜在往，人有虚情，不可成道之心，人有何患？不可生虚形心，先入人间，不是真仙。恶向人非，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不在妻女。宁愿而用暗箭，何言子孙？家门和顺，虽用孙不给，又有遗患。国可早完，亦龙仆无余，自得之乐。学书自在圣言，为观心尊君高，修分安宁，顺时听天，为人欲处，事何经验，诸吉罗书，诸主地家皆研究。各位先大家好这位主是清朝时代的，不是南宋朝时代的朱理朱文公啦好，较时嘛要读三字经较长啦就要念较久啦对若要食茶，食一个茶气调好顺若家己要练做迄个下气的动作，下气的动作，安尼才输较侪空气入来对，安尼按要喙一个，安尼较好看。做这下气的动作，安尼有靠较侪元气安尼输较侪气入来安尼好，这三字经爱念真久了三字经爱念真久了对。
10外以下呢。11以下念真久的吼。一日若5分钟无啦，无念遐久的款。一日若3分钟11嘛爱半点钟。对啊，敢无可能无念到3分钟啦。好啊，各位前人大家好啊，好。咱就来准备要读三字经啊，各位前人大家好咱即马就要来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识明了，识人处，诸不他，断其土，道燕山，有义风，告我主，名苦勇，用不教，无之过，教不严，处之道，诸不他，为所宜，有不他，若何为？若不道，不生智，人不他，不第义，为人主，方孝悌，亲师友，习礼仪，永久灵，灵温惜，好义亲，所动之，永恕罪，令用礼，第一条，宜先知，修好地，处见闻，知无数，识无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载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或春夏，或秋冬，处暑时，温不强，或南北，或西东，处暑风，令河中，或水火，落金土，处五行，本河数，食甘蔗，家之贵，食二机，助之害，或风道，日所田，或赤道，东中权，赤道下，温暖极，五中华，在东北，或江河，或怀石，处暑毒，水之纪，或大华，相形形，处五岳，山之灵，或树农，或工商，处庶民，国之良，或仁义，礼智信，处五常，不用文，地所生，有草木，处植物，见水陆，有香湖，有鸟兽，处动物，灵非祖，道鸟属，灭书节，处六国，人所食，马有羊，皆犬死，处六局，人所属，或喜怒，或爱哭，爱恶欲，七情苦，清赤红，急急逼，处五色，木所食，酸苦甘，急心寒，处五味，口所含，尖椒香，急生臭，处五嗅，鼻所嗅，豆土激，木色阴，
是有着，乃发音或平常或气日，处处性而调协，各正道有而心，心而主，主而顺，道周顺，自然之乃求作，人之伦，父主因。夫妇长，应则有，地则相，相有数，有依平，君则敬，臣则忠，处十义，人所当，当顺数，勿违背，三自吹，大小公，必数满，五福将。礼乐下，约书所，歌乐乐，金不负，为书下，人强尊，欲识字，刚说文，有歌文，大小断，礼初记，不可乱，若公学，苦机还。但落酸，令地缘，还分亡，自刚求，相分果，名故独，为学者，必有托，教学将，必数数，论语者20篇，君地主，义贤言。领主者7篇子，刚得德，说仁义，作中庸，乃空切，中不偏，容不逆，作大学，乃正主，自修者，至平地，处处小，好经风，如律经。是可托，是书约，礼春秋，二六经，动刚求，有连山，有归藏，有九义，三义常，有颠磨，有混合，有细灵，书之二，五就公，各就礼，度六。观尊地体，大小大，自礼记，出圣言，礼乐地，或国康，或雅上，何数诗，东方应，四季无，春秋作，无不变。必显恶，三团者，有公用，有则事，有国良，应纪名，方托主，绝其要，记其书，我主者，有顺阳，文中主，急怒中，静主通。学诸数，可写地，地将死，自虚农，至皇帝，何三河，以将世，当有无，何二地，多相一顺，相一顺，清性世，他有无，相有通。朝文武，清三王，下万主，大天下，主必在，天下下，通法下，国和相，六必在，至朝亡，朝武王，四道朝，八必在，最中九，朝德多。皇宫对，天干歌，上有岁，
是春秋将建国500强7强出，迎进士史建平，传二世楚汉卿，得左兴汉叶建，至孝平王孟传，公武兴为东汉，400年将伊献，魏蜀吴征汉鼎，二三国吸两晋，宋节节苗鼎盛，为南朝多金陵，国元魏分东西，吴文州以歌节，大治隋一土武，不再传失风俗，东歌奏起义书，都隋乱创国志，20传300载，苗灭之，国内改，苗东晋，及汉州，秦5代，大悠悠，咸宋兴，寿州县，18传，南北郡，辽以金，大清帝，元灭金，绝宋世，以道讲，朝前代，90年，国作废，太祖兴，国大明，二皇武，多金陵，大成祖，千燕京，16世，至中真，宽严肃，跳如林，李创出，新气魂，清世祖，应景明，郑树峰，刻大病，邱空阳，立天家，民安富，地节宽，道含干，变乱起，施应法，妖道起，东江河，传统玉，传九地，满清物，得明兴，会帝制，立宪法，建民国，古今史，全在诸，在地乱，地兴衰，事虽还，托有处，书记1，汉书2，刘汉3，国志数，严正经，参通鉴，读书教，可实录，通古今，欲秦木，好义上，心以为，调以书，识以书，识中年，书行读，古圣贤，上勤学，调中令，读老论，笔记书，学车勤，批波变，写德感，笔无书，听地面，刘贤良，水气讲，笔不教，自勤苦。如龙吟，如应雪，假水平，学不绝，如负心，如挂角，心随落，又可读，所罗转，而识切，四法分，读书集，笔记脑，又会地，逆消息。李作书，欲量和，82，对大庭，魁德书，笔记行，
众青衣，念小生，以立志，永8岁，令应师，必7岁，令父鼻，必应5，人清奇，念幼学，东校之，传文机，令变琴，下道温，令应灵，必如主，听聪明，念男主，东自敬，东流岸，方7岁，起心动，作正如，必虽有，新衣书，念幼学，免日地，有为者，亦若是，劝修也，皆修行，各不学，合为人，谈破事，方良密，人不学，不如物，有自学，众而行，将地君，下德民，用名声，天父庙，公义简，如意好，人为主，金满盈，我造主，为一经，天有功，而无益，盖自在，义免力，三如经章。哦，各位先人读得好啊！哦，读经读真久啊！哦，有要学简字文，学一抓就好咯。学简字文学一抓就好啦。咱聊聊加啦，一摆学一抓，聊聊加啦。一抓尔咧，显过一抓就好，显过一抓就好啊。那较有时间学较济，较无时间学较少，一抓就好啊。10外字尔啊！你若有心要学吼，一礼拜才学10外字尔，4句10外字尔，一句拢4字，啊有4句啊，你偌济字，16字尔啦，4是16啊。好，咱来学习一下千字文咯千字文啊。互我念一解咱两个念一解安尼啦。好，千字文，咱两个念千字文。天地玄黄，咱来念天地玄黄。念大声，咱就记起啊。宇宙洪荒，对啊。日月盈昃。后读日月盈贵日月盈昃前年好就比咧日月盈昃呢，日月盈昃丁寿列中，咱就比咧放先期啊，缩条，丁缩，归宿的宿，宿是爱宿，要读宿要读归宿的宿，归宿的宿，丁宿宿是爱宿丁宿列中因为这个读的音拢无相共，所以毋是咱普通讲话音这个叫读册音啦，无简单有机会咱搁继续学啊。若较新时代的啦用手机用电脑落去查台语啦汉文辅助系统，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安尼就会当查直接带手机查看这字安怎读啊。好咱先学到这。咱要功德会用咱先相处合作，各位前人，咱要做功德会用咱相处合作咱
咱的是大人80外岁啊，90外岁啊，今仔日咱诚心诚意吼，来读经哦，有一点点啊功德，就要来回向回向啊，愿意出功德，普救于一切，我定于众生。该众生福道，即摆还有回向足几种的吼，即摆过来念第2种的回向啊，双手合作伙哦，咱是大人80外岁啊，90外岁啊吼，诚心诚意来遮读经哦，求进步，安尼有一点点啊功德，就要来回向咱的七世父母吼，一点点啊功德要回向咱的七世师长吼。老师长官啊，有一点仔功德，咱要回向咱的冤亲债主哦，有一点点仔功德，嘛要回向咱家己本人啊，各位前人，大家本人拢有这个功德安尼哦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啦拢会当来读经哦，做功德回向，安尼大家拢欢喜，感恩安尼啦对这有闲学一件，一件学一抓就好啦，一件学一抓就莫学足济安尼。咱就袂晓去问人啊，对，好，若有病苦的当减轻啊，迄像迄一个帮大主讲咧，批大咧会胃会疼会插会艰苦，病苦会减轻啊心情会平静心无贪恋，意无颠倒如日上升安尼谢谢感恩啊，谢谢，若有病苦的赶紧好啊，好。我遐我以为呢，有啦，咱家顾敢顾有够，人迄拢爱杀菌的呢，爱杀菌的，较袂长大。刚去有折啊，对，是啊，唱埋呢。真厉害。你有啥物药膏？你有 OK 放，拢爱注意，毋通感染咱若咧唱，拢爱注意，毋通叫唱开，咱毋通叫发炎唱开呢。好，各位今日咱歇困，食茶，行咧感恩啊，谢谢。